今日即係等咗咁耐，終於迎來咗第一份正式嘅貿易協議㗎。不過市場焦點反而落咗喺今個週末中美會談嗰度。大家好，我係 Piers 皮亞斯，歡迎大家收睇今日嘅美股3分鐘。中意呢個內容，記得俾 like 同 subscribe。今日市況中段呢就升得幾急啦，全靠特朗普幾句説話呢就令到市場抽升。咁佢到底講咗啲乜呢？ Google 都即刻出嚟澄清啊，想安撫下投資者。咁到底有冇用啦？不過我今日反而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呢，我對 Google 呢間公司喺能力圈方面嘅投資體會嘅。而美聯儲主席鮑威爾講咗啲乜啦？雖然市場冇太大反應，但係其實反映咗佢哋而家對政策方向嘅真正意圖。未來我哋要唔要擔心聯儲局可能犯錯？今日市場方面啦，特朗普喺午市嗰陣開咗個 live， 幾句説話呢就炒高咗指數。雖然收市前呢稍為回落啦，但係三大指數呢都係全線上升，納指升超過1%，道指升0.62%。非必需品同工業板塊領升，升超過1.3%，能源同材料都升超過1%。相反，醫療、公用事業、地產同必需品板塊就跌，醫療跌最多，跌咗0.91%。雖然大家眼都盯住中美談判啦，但係英美之間竟然偷偷簽咗第一份對等關稅以來嘅正式貿易協議嘅。呢份協議有咩特別？市場又點樣睇？咁簡單講啦，美國繼續向英國商品咧徵收1%嘅統一關稅，每年咧會為美國帶嚟大約60億美元嘅收入，而英國咧就可以用同樣嘅稅率出口10萬部汽車去美國，以前咧要俾27.5%，而家1%就搞掂。英國鋼鋁產品可以免稅入美，美國亦都會開放翻1.3萬噸嘅牛肉入口，全部免關稅。勞斯萊斯引擎都可以免稅進口，而英國就承諾買100億美元嘅波音飛機搞個互惠航空工業圈啦。仲有協議仲包括咗數碼稅同製藥業，英國暫時保留向美國科技公司徵數碼服務稅，但雙方會展開長期談判。藥品方面都打算另搞一份專屬協議。總體嚟講，協議1係收錢為主軸，2係平衡開放同對等，3就係表達美國願意喺盟友身上彈性處理。但老實講，英美關係本身就好，所以呢份協議影響唔大，市場依然集中喺中美週末會面。而特朗普點樣刺激咗市場氣氛？喺記者會上佢講啦，中國非常想簽協議，而家中國關稅已經高到離譜，只可以減無得再加。佢又話，如果週末傾得順利，可能會直接同習近平通電話，仲話會實質性傾內容，唔會淨係破冰，亦唔會只係鋪路俾下次會談。佢仲提到同歐盟都傾緊貿易協議，釋放住繼續去風險呢個基調，咁就搞到市場個信心翻晒嚟。我認為特朗普呢個態度對投資者嚟講算係友好，有種只要對我有着數，乜都可以傾嘅感覺。氣氛可能會輕鬆啲，但係我自己對今次會面無抱太大期望，畢竟中美矛盾真係幾深。有講法指最好結果係模仿之前對盟友方式宣布暫緩90日，最差就係破裂，連下次會面都冇得約。市場期待值高，如果結果唔如預期，就真係會失望。投資上我會選擇唔押注方向，寧願觀望，因為你根本唔知週末會有咩結果，盲目做好倉風險好高。講翻 Google 啦，咁琴日個股價急跌，原因就係 Apple 總裁爆料話會入谷 AI 搜尋啦，直接陷 Google 命脈㗎。仲話 Safari 上邊Google 搜尋量首次同比下跌。Google 即刻發聲明澄清，話整體搜尋量仲係升緊，特別係 iOS 設備流量仲係上升緊。Google 話依家唔止靠傳統瀏覽器嘅，仲有Google App 語音搜尋，甚至個 Google Lens 等新方式搜尋。佢哋預告 Google I/O 大會會有新搜尋功能出場，安撫投資者嘅情緒。講真 ，Google 每次跌都係因為大家對佢嘅定位唔一致。我唔係想講 Google 值唔值得投資，而係想講究竟我哋投資 Google 其實係投緊啲乜？係壟斷，係 AI， 係雲服務。唔同人有唔同理解，而呢種理解反映緊每個人嘅能力圈。我對 Google 冇信心，因為我睇唔到10年後佢會變成點。但係有啲公司我就清楚佢10年後大概會係點，咁我就會揀佢哋。美聯儲琴日開完會，記者會悶到癲，成個會只係重複講等待2個字，講咗22次，意思就係佢哋唔急住喐手，因為依家就業數據好，通脹又唔算太離譜，與其冒風險，唔如觀望。但係有記者問咗個重點，
點解要等硬數據變壞先至行動？軟數據例如消費信心、企業預期已經開始轉差。鮑威爾冇正面答啦，只係話啦，依家睇落去唔差，委員會都支持觀望，但事實上呢，佢自己都承認上次降息降得太遲嘅，咁會唔會又再錯過？值得大家小心。總之呢，如果聯儲局係因為通脹跌而減息，對市場係好事，但如果係因為經濟走衰先減息呢，就係壞事。我依家對美國經濟仍然有信心，但我會密切留意領先指標，一有風險我會即刻同大家講。咁最後講緊今日最勁升股啦，Apoven啊，即係 APP。咁今日公布財報之後呢，爆升12%啦，因為佢交咗靚成績單，仲甩咗拖後腿嘅遊戲業務啦。今次營收呢有14億8千萬美元啦，同比升咗40%啦，盈利遠超預期啦，廣告收入升咗71%，Apps 遊戲業務呢反而跌咗14%。所以咧，佢索性以4億美元現金咧賣咗啲遊戲資產俾 TripleDot Studios， 換翻更加專注做廣告科技公司，仲順便拎翻對方公司大約20%股份，未來一樣可以分享遊戲市場嘅增長。更爆炸性係佢哋 CEO 講咗個狂想，想同 TikTok 合併，話 TikTok 雖然用戶黏性勁高，但係變現能力超弱，原因係數據安全問題導致冇辦法優化廣告變現。佢話如果 App 接手 TikTok， 可以一年做600億廣告收入。咁當然啦，呢個計劃風險高，難度極高啦。不過呢 CEO 話當年搞 AI 廣告呢都係好難，但係佢哋做到啦，所以而家有信心啦。嗱，我覺得大家睇下就好啦。真係要成事都好難。不過今次賣遊戲業務呢，係一次性利好，未必可以當長期投資依據。多謝你同我皮亞斯一齊 update 完最新嘅投資熱點，記得訂閱同撳埋個鐘仔，聽日見面。